3年外疫情不止冲击各行业，也让原本无看到困难的弱势团体，更是雪上加霜。而人间处处有温情，咱市三大建筑工会特别携手做公益，号召会员以及业界好朋友募集善款，协助惠民视障者教养院举办新来迄首歌公益演唱会。他们看到院长都叫妈妈妈妈哈，那有些他们几乎是完全没有办法自理哈，甚至有一些小朋友也有一种自残的状况哈，他们都要随时24小时这样子的保护他们。所以我们那时候当下都觉得说，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教养院，那这些人该到哪里去？我想他们也很想，他们是可以有一点能力可以自力更生，但是他们先天上就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哦，所以他们需要大部分人的协助。我们这个不算是说你拿钱去捐助他们的感觉，我是觉得你应该是我们赞助他们举办活动，他们的活动，他们虽然他们教养院是在台中，可是他们小孩子来自全国，而且他是在台南办活动的。那在台南的活动，我们来赞助台南这个活动，而且那公益性，我觉得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是对我们工会的。这个惠民学校，我给他了解的话，他是收了我们全国也不分地方只要有需要，他就一定来帮忙啦。那我看这一些的弱势的这一些的身心障碍的这一些，他们都是全盲的那他们有不放弃发愤图强，这个精神就对啦。那咱正常人啊，有当时都无因的这个精神啦。为了这场有意的公益演唱会，市湾詹培雅也特别帮忙向市府文化局借文化中心开演唱会，并伫25号召开记者会，为活动做宣传。原来的我们比较募款困难的弱势团体更雪上加霜，看无为了大概这个捐款募款的这个活动这个就比较减少。那刚好这时候我们这个3大企业的营造的领域里面，要帮我们这些的视障的孩子发起的那个公益活动。副市长赵清惠致辞时表示，透过结合众人的力量，做伙来帮助弱势团体，非常肯定众济好友的善行义举。我们第一重来响应这样子的活动，还有雨弟兄那个副理事长，还有陈理事长好多很好的朋友，还有洪董事长都做一好朋友的今仔日坐喺遮就金光闪闪啦所以咱不管是讲公益的活动，还是讲咱的赞助，我相信会当互咱第一线这些所谓的弱势的团体得到一个表演的空间。我们讲说那个上帝关的山窗会为你开一扇门。这次演出除了有惠民视障者教养的囡仔以外，知名台语歌手洪荣宏也会登台演唱。新来迄首歌公益慈善音乐会4月30号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正式登场，希望透过囡仔的故事甲表演，会当互各界看到这群视障朋友的努力，也欢迎各界爱心人士持续关注、小额捐款，互惠民教养院会当继续向前。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